我叫莫燕，大家都叫我莫姐。我是从2011年开始参加东博会到现在已经连续参加10届东博会了。这么多年一直参加那个东博会呢，是因为东博会提升了我们马来西亚品牌的影响力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。很多客户也是通过东博会认识了我们马来西亚的产品。去年那个疫情的影响然后呢，那个人流量比往年基本上可以说是少了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展会呢还是人流拥涌。我们的产品一直坚持健康绿色的理念近2年比较受欢迎的产品呢，就是那个兰花酱油、海虾片、燕窝，还有马来西亚的白咖啡和拉茶。今年在东盟博览会上的话呢，咖喱面和拉茶应该就是主推产品了。1929年到现在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，它是马来西亚国人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健康的饮品。初次看到这种产品呢，我觉得很好奇，因为它吸引了我的眼球，红色的包装很时尚。那带我去品尝之后，我才发现这款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拉茶，它的茶的底蕴的感觉非常的浓香和醇厚，而且它的奶香味呢又特别的鲜美。之前我在东盟博览会上面去了解过这款拉茶，这款拉茶假如是搭配着这个虾片一起吃的话，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特别的一个风味。听说今年东盟博览会还有，我一定带上我的朋友跟我的家人一起去购买。